哎呀，别跑啊！烦死了！你小点声，珊珊，别把宿管阿姨给招过来。喝什么喝？谁过来？谁不喝谁王八蛋！哇，下雨了。你说都1个星期了，天天这样，咱们都被宿管查了2次了，再这样肯定要挨处分。哎呀，要不然让我看，咱们就先别劝他，让他在这儿先躺一会儿，冷静一下，再考虑别的，行吗？就他能想清楚吗？他认定的事儿，80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王老师啊，王老师啊！王老师的，整天就知道个王老师。哎，你说为了这样一个不爱他的男人，值得吗？傻子，大傻子！王老师，我绝不会放弃，我放弃我就不是。给你讲一个好玩的事儿啊。有时候在打车过来看你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没带钱，1分钱都没有。我摸了口袋，有一包中华烟，我就给了师傅。谁知道这个师傅特幽默的甩给我一包红盒，说找零儿。王老师的前妻前几年变成了植物人，一直在医院住着，所有的志愿费、医疗费还有药费，都是王老师一个人在负担，这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我之前听麦克说过他缺钱，可我不知道会是这样的情况。潘老师家没有其他的人了吗？潘老师的父母都是退休职工，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费用。其他亲朋好友也只是礼节性的帮帮忙，杯水车薪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天在奢侈品晚宴上，我听见你问王老师，但是王老师没告诉你，所以我就偷偷的跟踪王老师来这儿了。珊珊，你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博士，谢谢你啊。不用，不用谢。今天我在医院看见潘老师了。潘老师，是学校那潘老师吗？
一直都是王老师在照顾她，所有的医药费都是王老师承担的。他和王老师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他们是离婚了，可是王老师却一直在照顾她。他可能心里在想，夫妻一场吧，他也放不下吧。前妻背叛了自己，不但不计较，而且还要去照顾他。像这种人，不是太伟大，就是太傻逼。我觉得王老师肯这么做，可见他对潘老师还有感情。你怎么想啊？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和王老师那些事儿，现在王老师回来了。哎，王老师是回来了，可是王老师根本就放不下前妻，好不好？再说了，雷闪闪要是这时候趟着这滩洪水的话，那他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自虐。那他能忘得了王老师吗？他要忘得了王老师的话，他不是早找别人了？再说了，他们俩现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那旧情复燃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啊！你俩能不能闭嘴啊？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。看来我真的得回到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了。什么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呀？继续走婚，问的什么问题你？你这问题问的我都答不上来了，知不知道？所以我才问他嘛。那你说，我连属于我自己的生活都找不到，这是可喜还是可悲？这件事不可喜，也不可悲。我觉得吧，你现在心里是有一个结，如果你要想重新开始，不把这个疙瘩解开是万万不行的。唉，冬眠说的对，王老师他不可能不去照顾他的前妻。其实我带你去医院吧，我是想把真相告诉你，让你知道真相。但是我是想让你面对这个真相，而不是像鸵鸟一样把自己的脑袋埋在沙子里去欺骗自己，整个世界是黑的。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？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去医院，帮着王老师一起照顾他前妻。照顾他前妻？对呀。那我以什么样的身份和立场呢？王老师的学生，他的爱慕者，还是别的什么？关键不是以什么立场去，而是你敢不敢去。我觉得你现在之所以犹豫，是因为你害怕，你害怕面对王老师的前妻，害怕王老师再次拒绝你，害怕别人看你的眼光，对不对？本来就害怕，你不害怕吗？你什么事儿都不怕吗？我有什么可害怕的？我告诉你，雷闪闪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根本不要去管别人怎么看你、怎么想你，你就是努力静下心来，努力的去倾听你自己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？哎呀，那我到底想要什么呀？如果你还爱王老师，就放手去做，至少啊，算是为自己做的一次努力。
你说我应该叫你潘老师呢，还是叫你师母？这么多年不见了，你居然变成这样，躺了这么久了，我想你也应该躺累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醒过来啊？护士，你好，请问一下11号房的病人什么情况啊？病人姓潘，对吗？对，他叫潘玲，我是他的学生。他已经住了好几年了，他的大脑皮层严重受损。虽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但是已经处于高度脱迷的状态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植物人。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够醒过来啊？这个不太清楚，机会很渺茫。因为他睡了太久，植物人要苏醒的话呢，不单单只是靠他的药物，更重要的是他要有意志力，还要家人对他的喊话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我看她一个人在房间，平时都谁照顾她呀？她的丈夫几乎天天都会来，即使有事儿的时候，也会嘱咐我们说让我们照顾一下。都这么久了，一个男人真的不容易，真是好男人。小姐啊，您需要我转达一下您来探望过病人吗？哦，不用，或者你写一个字条，我转交给他呢？不用了，谢谢你啊，护士，麻烦您帮我保密，千万别告诉她丈夫我来过，好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谢谢。啊？我没听错吧？他跑去医院照顾潘老师。林珊珊，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我只是觉得潘老师需要人照顾，我也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那王老师知道吗？肯定不能让他知道啊！你俩谁也别说啊，谁要说了，我跟他没完。baby， 你把水都喝进脑子里了，装什么普度众生啊你？你到底图什么啊？我什么也不图，我就是想帮帮王老师，等姐。
你怎么知道？护士告诉你的？这还用别人说啊？病房里成天一尘不染的，除了田螺姑娘干的，还能有谁呢？我也不是故意要这么干的，我知道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告诉我真相。我只是觉得你有点……珊珊，没关系的，你不来找我，我还会去找你的。其实那次咱俩一起吃饭，电话就是医院里打来的。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，我都明白。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跟我直接说呀，你干嘛非得要逃跑啊？珊珊，你真是我的好学生。好学生？王老师啊，您也消失得太彻底了吧？所有人都不知道您去哪儿了，难道您就不想我们吗？想，当然想，特别想。毕竟教你教了这么多年，毕竟我们在学校里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，真的。但是我更了解潘老师，他一向骄傲自信。他如果现在有意识，他肯定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为了尊重他，为了能让潘老师有一个更好的修养的环境，我才这么做的。那如果我们不在马场相遇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出现啊？天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看缘分吧。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能奢求什么呢？人都说，人这一辈子，父母跟孩子都不可能陪你走到最后，只有夫妻才是相依为命的，是这样的吧？说的太对了，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有“老伴儿”这个词儿啊。珊珊，维系夫妻感情的，其实不是爱情，是亲情。潘老师就是我的亲人。我也想成为你的亲人。咱俩可以一起照顾潘老师的，你别什么事都一个人担着。谢谢你，珊珊，谢谢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潘老师的病情也算稳定了，我自己也习惯了。潘老师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烦得慌。你说吧，我跟王老师把话说开了，怎么反倒别扭了？说开了再做决定，总比什么都不说就下决心要强。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的，要不然就潇洒放手，要不然就坚持不懈。现在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半半捞捞的。我要是放手了，我觉得舍不得；我要是不放手，我觉得对不起潘老师，我都快拧巴死了。我觉得别想那么多，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呢，就留给时间去解决。你说的对，留给时间去解决。谢谢你啊，总当我垃圾桶。你这话太见外了。可芳，真不错，比刚来的时候强太多了。戚总，我还在努力中。真挺好的，我觉得你可以在宠物按摩这块好好研究一下，说不定以后有什么大作为呢。啊，是我昨天晚上去书店买了好几本关于宠物穴位的书，我想在这方面好好研究研究。很好。可芳，我有事想问你。啊，
你问？你最近有去马场吗？没有。最近咱们这儿太忙了，我就没过去。那行，你先忙着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好吧。啊，行。再见。哎，再见啊，齐总。怎么办，小宝贝儿？我不是要得罪冬眠，就是要得罪戚总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愁死了！铁零零，保佑我一次就中。冬眠，我受不了了。嘘，轻点儿，这么负能量，会影响我肚子里的宝宝的。你光想着你的孩子，你知道今天戚明峰突然来找我，问我最近有没有去过马场，我一想他就是要打听你。还好我反应快，我说我最近都没来过。可风，你千万不能心软，一定要替我保守住这个秘密。我不撒，就我最不会撒谎。你不知道我现在在宠物学校，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戚明峰，我害怕我一漏嘴我就告诉他了。我有一种预感，我这次一定能中。你孩子倒是有了，我工作呢。你不知道，我最近才发现，我简直是宠物按摩界的奇才。我刚刚找到事业的方向。那好事儿啊，那真是好事儿。那你就好好发展你的工作，我也就好好的生我的孩子，咱俩互不耽误。得了吧，我刚觉得一切都步入正轨了，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。我不想天天在家给老公做饭洗衣服，你不知道还有多少小宠物都等着我呢。可是我现在一见了戚明峰我就心虚，他要是知道我跟你一块设计，给他制造一个私生子，我那工作还能保住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关键的问题是我为了我这个孩子，我整个人都快发了。那我也不行，那我也有工作呀，我不能为了你的孩子牺牲我工作呀。你工作都比我孩子重要。烦不烦啊？吵死了！你俩能有我烦？什么事儿都让我遇得上。你跟王老师谈的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那怎么办？不知道，顺其自然吧。反正我不能因为你孩子就没工作啊，我觉得。那我的孩子肯定是比你的工作重要。你是不是一姐们儿？我就